4歲嗰陣時，阿媽因為託兒話帶我去一個地方，有好多小朋友一齊玩。點不知咧，一去到全教會資助嘅基督教播道會兒童之家，一住就住咗14年。入院之後咧，創辦人辛路德姑娘話我英文名叫 Stacy， 啲人咧多數都叫我做小美。仲有阿姨成日話要對神有信心，因為佢係我哋隨時嘅幫助。當時我真係唔好明白係咩意思。能夠同兩兄一妹同埋其他家庭背景唔同嘅院友生活實在幾珍貴。當然大家經歷嘅喜怒哀樂都唔一樣。6歲嗰陣時，經社工嘅鼓勵，參加過全港手工藝創作比賽，喺院裏院外咧都有唔同嘅發揮機會。例如家社佈置同埋聖誕卡設計比賽，特別慶典嘅港台佈置，同院友設計裝飾一酒店嘅復活蛋，同埋參加中學課外活動美術會。到15歲咧，家長就問我離院之後嘅職業選擇，我好清楚咧係唔想做護士同埋文員。當時咧就諗美術設計咧應該比較容易，因為咧唔需要讀書。但係咧離開院之後咧，我好快咧就要搬返入院，因為咧原來同阿哥一齊住咧唔係我夢想有嘅家咁簡單同埋完美，同埋咧都明白人際關係咧仍然係一門要學習嘅功課。1年之後咧，我喺寄居院友屋企嘅時候咧就讀夜校，重讀中午就喺便利店同埋診所做暑期工賺錢。咁我喺完成一個2年嘅設計證書課程期間咧，我就同人補習。我第一張繪圖板咧都係親手賺錢買翻嚟嘅。當時個感覺好開心，因為咧覺得全部都係靠自己嘅努力。無疑咧離院嘅生活係有挑戰，但係咧原來都可以應付得到。畢業之後咧，我就喺建築師樓打工啦。之後咧就喺展覽設計發展多年，同埋咧都有機會離港出差。咁喺2000年咧，就經一師母嘅鼓勵，我就辭職，專注補習咧，就準備考 TOEFL 赴美進修。當時單身同埋好獨立嘅我咧，我就記得喺領事館出邊咧就望住個天祈禱，就話神啊！如果領事拒絕我嘅申請，我就只好留返喺香港去過以前嘅生活。諗返下咧，就係如果唔係神嘅計劃，讓我媽媽咧留我喺呢個恩典之家，學習自立啦、理財啦、堅忍克服困難，同埋接納唔同人嘅提議、批評、經濟上嘅借助同埋安排，仲有咧就係神嘅一直保守同埋供應，同埋咧佢開嘅一條新路，讓到我有呢一個機會咧可以離開香港攻讀一個4年嘅學士文憑課程。相信咧我今日咧係無能為力，仍然咧都可以喺香港以外發展。燃亮生命，請捐款支持播道兒童之家。